时候就很喜欢看火车，听妈妈讲是说哭的时候带我到火车站去看火车，那就不哭了。那给品有吗？给那边有什么？看着碟呀，嘿啦。童年懵懂时就开始的喜欢，骆时连带着我们去看火车，心情还是很雀跃。好，这本来就是原来的车厢，把它装潢一下变成民宿这样。简单摆设，主题式风格，骆时连自己设计，中国风、普普风、希腊风，还有客家花布风。退役的老火车装点后有了新风情，无线网络、冷暖气一应俱全，但唯独这个角落怎么特别老旧？故意的，故意留的，要不然人家才知道这个火车以前的接缝是这样的。骆时连说自己的人生也被紧密接在铁轨上了。工作前30年进了台铁，退休后买火车厢改成卧铺，做成餐厅，在家乡通霄海边以自己的名字打造一个虚拟火车站。这个是我自己取的站了，这本来没有这个站的了。我在当初不太赞同，现在还 OK 了，现在还蛮赞同。以前也是说你是去笑要会在没行你会这样。不会走的火车倒也吸引不少观光客。1945年的老车厢、老电扇、老座椅，有着不同世代的回忆。很多老会要来看，哦，这以前是他当兵的时候坐的车，啊，都是用窗户用开的。怀旧的还有铁路便当，复古口味的排骨饭，享受边用餐边看海的惬意。而骆时连总是边看边想着，他的铁路梦还想跨过海的那一端。我们的领导，他要看他那一辈子要坐火车也是不容易啊。那看到火车也不容易，把这个弄到那里去，他们会很惊讶。骆老板说好可惜，他没能买到台铁的蒸汽火车头。但我觉得其实他自己就像个火车头，时时想着要把台铁车厢带到更多地方，给大家更多惊喜的享受。鸡片油麻鸡，去看秋碟。鸡片油麻鸡，去看秋碟。